头港国小，第二念都烂头港国小，水加土烂。古代道风内海，就可以见了。这海边呢，土都是比较烂的，水加土就是土很松软，所以叫烂国台语的烂。地头港国小，烂头港国小。楼房上面那个是太阳能的，很有趣。
水加土，水加土就是土很松的，江一土块啊，这里是台江内海，道峰内海，道峰内海，下游叫海前游，海的北边啊，所以既然在内海旁边，水土比较松的，比较烂的，这个是台语的让。
还最久一年了。
那这公开讲这个梦，
台，这风台两个之后，这风台，然后一个放大时代的边，对，风台朝下高一点走下，
蔡观音佛祖出生地，大埔南天宫蔡观音佛祖。大埔南天宫蔡观音佛祖，蔡观音佛祖，清朝时代的蔡观音修炼者，被称为蔡观音佛祖出生地这边的做成放生池慧园。蔡观音佛祖，蔡观音出生地。这里是盐水大峰南天宫。
哦，爱注意安全就对了。真用心，真用心啊！人文主义啊，人本主义。感受好主义啊！真好，感恩受好，感觉到，谢谢谢谢。我打到去了。哦，经几只嘢。上面好呀，树呀，到树的地里，树是树木的树呀，自然的那个兰花，树兰哦，谢谢谢谢。
到近端那边的天念护理之家，就这边赏天念之美，赏花。
湾速度就跟你有个不到。看现在开始变快，有吗？看正前方像日晷这边是往北方前进。
拜。